关落大雨，到打九如乡累积雨量已经超过450毫米，县政府宣布下晡2点全县停班停课。彰化一台货车冲去对面的车道，这驾驶快太是有食毒的，车内也超着松弛分弹，驾驶已经予人裁定收押。委内瑞拉接续发生2件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真侪建筑拢倒去，目前继续搜救，死伤的人数还未公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看这粒米克拉风台呢，是甲这西南风甲扣入来，所以高雄今仔日一个天光就开始上大雨啊。基山的真侪所在拢淹水，南州里是淹到半个脸啊，遐尔悬，因那民众厝内咧也无去淹着。另外，这里林溪呢，嘛是因为落大雨，溪水已经涨悬，有2座桥即马已经封起来，也毋过这部分的工程呢，一寡基区拢已经予淹去，加在人拢平安。民众了水无应该会贴不关，因为厝内底已经规个做水灾。高雄基山南州里的雨，25自天也未光就开始规通道，水下袂离，那车路淹到半个底那悬，真侪徛家厝内底嘛拢做水灾。民众沙包、炸水泵拢提出来动，都惊雨南停，水会淹搁较悬。应该这雨落了伤大啦，一时落，对下早啊12点开始落到降时，已经排袂离啦。这个雨如果持续下的话，它的抽水站也没有办法，那个功能也不够啊。同款淹水的还有田寮的总德里，因为二前溪水涨起来，溪水灌起来桥面，包括总德桥、美乐桥，拢紧急封桥管制。其中美乐桥边的市地户是赶紧甲地啊赶去2楼，溪底当咧做保环工程的包厢，一寡大型机具未护刷，怪手刷脚车拢淹去，加在人拢平安。我们在临近的雨量站其实还没那么大，所以说就。早上来大概6点多来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淹上来。临近目前就是讲降水起来，阮就是施工啊，因遮最重啊，拢走去2楼，拢带人因社区人，无从这个。气象署针对高雄地区的平地以及山区发布了大豪雨特报以及大雷雨即时讯息，这波降雨将持续一路到26号晚间。直到27号的上午，整体雨势才会逐渐趋缓。因为风台甲西南风吹入来，到中昼进前，高雄的雨已经超过350毫米。市府紧急成立应变中心，气象站提醒，高雄各地随时会上大雨，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注意防灾。记者柯家朱朝阳高雄场报道。好，来看这条第7号风台米克拉呢，即马是渐渐上北，也对咧甲这西南风甲扣入来到台湾。气象署提示讲，这高雄、屏东就要注意大水雨，也那湘北地区、台南、云林、甲嘉义等等7个县市也拢要特别注意。台湾在整个台风附近的整个低压区的影响，以及在华南这边有一个锋面逐渐的建立，并且接近台湾附近，所以说台湾附近在今明2天的天气是相当不稳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卫星云图上面有一些比较偏向就是比较鲜艳色系的这个云系，都是对流发展高度相当高、对流发展旺盛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锋面带附近，还有西南风的范围以及台风的整个低压区域之下，其实台湾附近呢，不管是在南部，从今天清晨到目前为止都有比较显著的降雨之影响。目前伫屏东呢，已经有局部性的大水雨啊，也那高雄市恒春半岛嘛是同款的。湘北地区、甲台南市、云林县、嘉义县市，也阁有平湖县，也拢爱特别注意。伫咧新北这淡水文化路甲新城街迄带呢，是有地下管线已经破去，水冲出来到路面，佮加上即马当咧落大雨，所以目前呢已经积水30公分悬啊。即马现场已经有抽封锁线，气象署是提醒大家，着爱注意这弹雷公，也阁有透风，也阁有即个溪水的水位。另外，地势较低所在甲山区，拢着爱注意谨慎来防灾。再来看花莲万里溪即个崩山湖呢，是有可能提早来溢流的，所以林保署是来发布黄色警戒。花莲县府也来成立2级的灾害应变中心，针对着万英乡的万英村，也阁有凤林镇、新营里等等遮受到影响的区域，即马已经要求住户开始疏开撤离。因为万里溪崩山湖随时拢有可能溢流，会受影响的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今日中昼12点了后就停困。工作人员甲办公室重要的器材甲文件拢包起来，园区内面的住户嘛准备撤离。东西
把它垫高，学生像药啦那些有需要用的，是用需要用要带带到我们中山堂去。中山堂啊哈，大约会收容多少位的一个我们生荣里的里面？20-30个桶，30几。林保署早起8点，根据中央气象署公布的雨量，发布黄色警戒。万里溪邦山湖累积的雨量已经超标，48点钟内有可能放弃1楼。累积雨量超过54mm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那个蓄满溢流。所以我们在今天早上依照那个中央气象署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定量雨量的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样的值是72.5啊花莲县政府收到通知了后，二级灾害应变中心嘛紧急成立，搁针对水尾可能位于受影响范围内的万英乡、万英村、红林镇、松英里、长桥里、红信里、山兴里发布特例的通知，尤其要注意随时会转做红色警戒。灾害地区呢比较分散，你像东边3星到西边到0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务必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撤离。万荣部分大概有它的影响范围有22户91人，那凤林的部分有48户116人，那其中的话会依照依亲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万英乡公所表示，万英乡主要受影响的区域是万英村6林到8林，早起10点会开始撤离保全户到明里国小安置，红林镇公所嘛会伫下晡4点进行疏散撤离的会议。那交通方面，公路总局已经伫大高线、万里溪桥、事先安排防桥设施甲警戒人员，请民众注意相关灾害消息。记者综合报道。好，这波大雨呢，已经予气象署针对着基隆市、台北市也有新北市来发布大雷雨特报，提醒民众到中昼12点51分的时阵，有可能会发现这个低延时的强降雨，而且也有透风甲弹雷公等等。目前伫台北市内湖、树林、南港甲北投区呢，这地势较低的路段拢已经开始积水啊。也若内湖碧湖国小呢，1点钟内是落超过79.5毫米。透过画面，咱会当看到这内湖的这个车路呢，积水已经来到半个脸啊，遮尔啊悬，有几个这个骑乌多摆的是牵车用撩水的。另外，伫这巷仔内底呢，积水嘛是真明显，一寡乌多摆呢都已经浸伫咧水里，就连汽车也已经淹到半个脸啊，遐尔啊悬啊。即阵这大雷公雨呢，嘛，互这沟仔内这水拢已经水位涨悬。土埋水是安尼降流，早起10点外一直落雨，或者内湖、南港真侪搭拢有积水的灾情。气象署也提醒大家，着爱注意这溪水涨悬，唔通滑过去。另外，再来看昨暗11点半的时，台南市中西区的五惠街呢，有一搭工地是熊熊大火烧。这消防队加在是伫咧半点钟内就甲拍火去，是无人伤亡的。初步怀疑哪像就是有工人乌白等这烟头才会造成这场火灾。当地民众其实真愤慨，因讲这五惠街这搭呢，其实过去这2冬来都捌发生真侪届这个落空的意外，这届工地又搁大火，互人拢袂当安心。伊是暗时11点半，台南市中西区五惠街和西门路一段交叉路口的建筑工地传出火灾，附近住户发现工地着火，赶紧报案。消防局出动13台车到场，因为工地大门锁咧，因随拍破门入去转水，短半点钟，甲火拍花。不过这场火警嘛，互住户着生惊，因偏向这搭过去2冬内捌发生过4摆落空的事件，即摆搁传出火灾，少年帅公安，互因对居家安全真烦恼。哇，安尼啊！是哦，你有出来看的11点多。对。无烦恼咧，已经烦恼几啊冬了啊，还我造忧郁症啊。有没有忧郁症哦？本来就忧郁症啊，烦啊，就有一种压力啊，紧张啊。这边都开始裂啊，一直裂啊。有裂痕哦。对啊，有裂痕啊。地板还会有裂痕。对啊，对啊。以往没有裂痕。以往。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啊，越来越严重了，它会一直裂开。消防员初步勘查导火地点在工地的地下1楼，主要是废弃柴房烧起来，面积大约10平方公尺。加在这阵意外无造成伤亡，导火原因消防局怀疑哪像是工人咧施工，无说离流落来烟头才安尼生。那看的是一些废弃的木板在燃烧，我们那个疑似应该是工人留下的那个烟蒂。
本案起火原因后续待消防局理清。调查报告结果如确为营造厂商施工或管理不慎造成火灾，公务局将依建筑法裁罚。针对这单意外，消防人员在火完全拍火去了后，mau向工地业者和负责人进行预防火灾宣导。消防局强调，要爱严格落实火源管理，确实巡视工地四周围的环境，预防这款意外搁发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北的社仔，昨下晡的时呢，有一个查甫人是举刀啊，伫个路边安尼乱扫，甚至搁熊甲这过路人下去弄壁，民众是惊甲赶紧报警察。于延平北路5段83巷一带发现嫌疑人所弃置之刀械，并于周遭店家内发现黄姓犯嫌，当场依恐吓公众罪逮捕黄姓犯嫌。因群明显精神涣散，经同意后于家中查获毒品凯他命研磨盘1组。警方到场了后，是照这恐吓公众罪，甲这个查甫人甲抓起来，同时也找到伊所弹掉的刀啊，伫咧因兜呢也有抄到毒品揢骹面的这个器具，信后已经甲这个人依法送办。另外，再来看顶日啊，一台大货车是驶伫彰化县溪州乡的这个中山路，不过这台车呢，煞雄冲去弄这个对面的车道，一直到弄到主体才停落来。驾驶快态是毒品的阳性的反应，这枪内嘛，互人抄到丧尸分弹，也阁有改造的枪。检方认为，这个姓陈的驾驶是涉嫌公共危险等罪嫌，所以法院伫拜三已经裁定该收押。大货车驶伫车路，唔知影什么原因煞失控，驶位对面车道，伫车高冲去弄面体，车顶载的大型纸管搭甲龟头卡，面体外口轿车甲铁门嘛弄甲密密麻麻。代志就发生伫拜二下晡，彰化县溪州乡的中山路，附近民众听到车祸声音，拢窜一条。在里面是听到突然外面有声音，你就跑出去。当时他在车上没有下来，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人不太舒服。内底规个乱糟糟，司机安伤含啦，你哪有人咧弄这型的？车挡咧厝，即马嘛有代志，安尼看偌含。警方赶到现场处理，除了姓陈的驾驶受轻伤，加在并无其他民众受伤。警方嘛对这位掠水驾驶实施毒品快态，呈现阳性反应，搁伫车内超出依托迷失分弹，加安非他命的用具加改造手枪，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警方现场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初步快筛呈阳性反应令目视车内发现有疑似改造枪支依托米纸烟弹及吸食器等证物那依法查扣并送验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毒驾等罪嫌重大，并有再犯之余，已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检察官侦讯了后，认为这位姓陈的嫌犯吸毒驶车，而且涉嫌违法藏手枪有公共危险的顾虑，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也伫拜三暗时裁定收押。检方表示，毒驾对社会危害真大，为5月中到诊申请吸毒驶车的预防性羁押已经有36件，裁定收押，会继续严格掠毒驾，保障民众性命甲财产安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有一个越南籍姓黄的渔工呢，甲共乡的是来租一个卖毒的集团，因是去到台中的太平来租一笪路营区咧做这毒品。刑事局有查到大量的毒品甲工区。另外，目前呢，这姓黄的主嫌等4个人，拢已经互人送办啦。那台中市府是表示讲，其实这带这路营区呢，并无登记，所以后手会联合稽查。刑事局和台中市保安大队特勤中队的警察手举盾牌，家门弄破冲入去。因接到消息，台中市太平区一个农营所在，内底有毒品加皮包的分赃工厂。警方入去室内，发现嫌犯正在开毒品的 party， 当场掠奸在床。33岁越南籍姓黄的查甫人，原底是咧做讨海的渔工，和其他3个共乡的渔工。用人头做废弃的录营区，正做毒的所在，搁卖毒品予越南籍的移工。刑事局今年2月去录营区和嫌犯睡厝的所在敲吹，拢总查到2256包的毒品加皮包，34包其他命，10包安非他命，还有分赃的家私。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越南籍的犯嫌伙同乡共犯，利用人头租赁废弃露营区为据点，从事开趴、毒品、咖啡包分装贩卖等，且未规避查缉，仅贩售与越南同乡。
经查该场域未取得录音场登记，中市府录音场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如有查获确有经营录音场之事实，或土地使用及建筑物未符合相关法令，由主管机关依相关法令办理。台中市管理局表示，这个农业所在无登记，后续会联合稽查，确认是毋是有经营的事实，土地建物是毋是有符合法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印度的加尔各答是来发生一桩真严重的公安的意外，有一搭当咧起造的这个大型的仓库是安尼熊放去，去逮着几60个工人，当局目前是救着21个，也毋过上无已经有3个人死亡啊。大片的铁柱落落，阁严重变形。大阵人我过去看，印度东部的加尔各答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一座当咧起的大型仓库熊放起。迄当阵伫现场的数十个工人未赴走，真侪人互缀伫咧铁片甲钢筋拖石堆下底。एकदम NDRF, Army, State Disaster, Police, Fire, KMC, all together working very good. 意外发生了后，大阵搜救人员进驻，用机躯甲铁机挂开，想要甲内底的人挖出来。为着抢时间，大型机躯也来协助清出一条救人的卡路。陆续互人救出来的工人送去病院抢救。当地首长随出面公布上新的伤亡数据。এখন অবধি 21টা recovery হয়েছে, 3টে death, 18 alive. 红门土堆下底也是有工人受困，救援工作继续进行，伤亡人数可能会阁增加。这场公安意外，互真侪家庭破碎去，官方也已经启动调查，要厘清这站仓库工程放弃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国内这民进党的前党工黄楚莹甲区世元等人呢，互人指控是收这中国钱来收集正副总统的这个参访友邦的行程等等机密的情报。即马专案2审是改判黄楚莹6档，也那区世元是5档。外交部长办公室的前书记何仁杰，也阁有前副总统办公室书记吴尚武，是互人指控利用这职务呢，甲正副总统的这个行程等等机密的文件，交互黄楚莹甲区世元去报互中国知影。即马专案来到2审，是改判黄楚莹6档，也那区世元5档，吴尚武3档。另外，这何仁杰是无罪，专案要通上诉。再来看这国军备战操演，今仔日是第4天啊！伫个桃园机场这连外道路是来设这主动的设施，有2台 M1A2T 的战车是来执行临战的训练。也那目前当咧美国咧访问的这个立法议长韩国瑜，伊是有甲前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也有外委会英务主席麦考尔等人来交流。这韩国瑜是表示讲，台湾呢即马伫国际上这处境，就亲像是敢若会当谈恋爱，也毋过袂当结婚证，呼吁美国就要继续支持台湾。伫桃园机场连外道路顶观采 H 型肉粽港、蛇腹型铁线网啊，更刺猬，也有甲美国买艾斯科防御工事，模拟组织敌军进犯。用这个障碍物就把敌军阻挡，不是迫使敌军往两边的道路转进。看到这个障碍物的两侧，其实是我守军的猎杀区。第3作战区2台 M1A2T 战车嘛备起来执行临战训练。国军这时备战操演打是第4天，防地做是红色海沙部的台南喜球啊，海沙部的4颗位啊，嘛来实施组织训练，严正部队的应变能力。刚个率团访问美国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美当时间2时拜会美国国会，参7位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会谈。参议员会后透过联合声明，呼吁川普政府赶紧通过140亿美金对台湾的军售。若访问团甲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有外委会英务主席麦考尔等人互动的时阵，韩国瑜就比如台湾伫国际上的处境，亲像是敢若当恋爱，煞袂当结婚，话声美国爱继续支持台湾。这种讲法非常有创意啊，但是呢，也点出台美之间或者台湾在国际社会里面很多的因为中国的一个因素造成很多的一个困扰。访美增进互相了解之后，有更多交流的契机，总是一件好事。那我们相信台湾在经贸的体制方面其实非常好。美国国务院农业部也有商务部最近联合致函，予各州州长也有企业领袖，鼓励进一步扩大伫台湾的贸易、投资、观光等等方面的交流。嘛，重申讲相关的合作拢符合台湾关系法之下的美国政策。嘛，特别提醒，若是中国的大使馆有想空想旁要来阻止，或者是施压，会使直接甲国务院联络，请求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有受到邀请去参加8月伫澳门举办的2020年世界合唱大会，也毋过即马煞受到中国的施压，所以这活动的网站呢，竟然甲咱的团名改做是中国台湾。咱客委会是强调讲，这名呢，若准无改转来，安尼就拒绝参加。 2021年伫相识大典领袖国歌，由政府支持客团会经营的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成立7月满8周年。那伫国内世界演说，去年也是邀请到日本东京在海外来巡演。原本有家伫8月要代表台湾唯一的团体到澳门参加世界合唱大会 WSCM， 无想到听讲主办单位伫22家己甲咱统的团名改做中国台湾。一直我们都是用这个就是。 国立客家儿童合唱团，然后它的英文名称是 National Taiwan Children's Choir， 然后后面国籍注明是台湾，这代表 IFCM 也认为说这个名称包括英文的称法，这个是国际所能接受的。4月21号的 WSCM 主办方他来函片面要求我们变更团名来变成 Chinese Taipei。4月初，主办单位所公布的宣传影片，明明也是正确称呼 National Taiwan， 不过伫6月22日后，受到中共介入，活动的官方网站已经把团名改做 China Taiwan。根据了解，这摆活动是接受当地澳门政府的补助，并且按照指示进行，若无就无到举办。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格不能被践踏，国格不能被矮化。 要求主办单位将也名称改过来，迄若改过来，我哋就要参加机会；迄无改过来，我哋就拒绝参加。客委会呼吁全世界客人看到中共的本质，客委会也发声来谴责，认为儿童纯情的优美的声音，不应该受到政治赌博的侮辱。呼吁主办方应该重视国际社会多元的价值，赶紧来恢复南方团体正式的名称。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即马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也有西南风的影响，屏东县对半暝就开始落大雨啊！这几日拢有积水的灾情。中治乡的德英村这水呢已经淹到大腿，因那屏东市区第一线也有积水，这车是袂行入。另外，伫这九如乡呢，直到早起11点的时，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450毫米，这是全国第一的。即马为着要避免灾情，所以屏东县府头拄也是宣布下晡2点开始。 全屏东县停班停课。雨亲像用到的，居民半支脚浸伫水，豆豆行较安全。这是屏东中治的德英村，对25半暝3点外开始，水下袂离，就规个淹去。有的徛价已经较悬，嘛是淹对厝内。有民众的车停伫门口，共款淹到裂仔。村长和代表无奈，只好撩水巡灾情。另外，屏东市区各位出现积水情形，民生路第一线往联络方向，上班的车无法通行，有的翻头。 但是有车掉伫路中无法顶动，真侪骑乌多巴的人暂停路边加油站。市区太蛇溪是像要填出来，溪水一直对桥底墙。你说你几点来上班？6点半。啊，6点半来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淹上车轮胎了，因为没人交通指挥，所以大家乱成一团。现在怎么办？不晓得啊，因为那边刚才要过去，那边也那个啊，也过不去啊。因为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淹像这样了。容量不够啊，淹出来了。 除了市区九如、盐埔、内埔同款有大雨水以及警戒，九如乡的田园拢淹去，这要泡伫水里，因为要宣布停班停课。内埔屏东科技大学学生落雨骑机车赶到学校上课。屏东山区春日乡树文村因为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村内土质崩山影响居民通行。7点外，县府就宣布全村停班停课。今天早上清晨3点半的时候，我通报了。 我们春日乡防灾中心最担心学生的安全，也担心老师的安危，所以我们今天紧急通报给公所，也给乡长，希望能够市委能够停班停课。受到风台外围和西南风影响，屏东县雨量惊人。气象署统计到11点左右，累积雨量上悬伫九如乡已经到474.5毫米，有6个乡镇超过400毫米。屏东县政府临时宣布，对下晡2点开始全县停班停课，希望民众提高警觉，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好，提示大家，即马除了屏东县是下晡2点全县停班停课以外，高雄的旗山甲美浓伫个12点开始嘛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另外，再来看台南市这柳营路2段呢，昨暗晡9点的时，是来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有一个骑士是伫个路林那上去弄到一只熊熊走出来的龙洞狗，结果摔一个转动伤不治去。这警方即马是当咧调查正确的原因。若目前这台南市收容所呢，其实狗仔已经伤侪去啊，动保处是呼吁大家，这狗仔着爱顾好好势，唔通乌白放出门。救护人员一来到现场，赶紧检查奥多拜骑士的状况，连过路的义消人员嘛停落来斗相共。二是暗时，一名奥多拜骑士经过台南柳营区柳营路2段，想要到骑士弄到熊熊撞出来龙洞狗，造成骑士规个人挂车全摔出去。机车驾驶人头摔打后头部受伤，经送医仍宣告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与调查。事故发生了后，台南市动保处随派人到场巡查，找找迄只掉失的狗仔，不过也未抓到。因为是撞到一只冲出来的大白狗，撞到的时候，那一个人就直接就是甩出去，就滑垒这样子滑过去。很清洁对啊，都它5-6只左右啊。数量大概5-6只，都是这路林。找过去啊！狗是撞到了，但是现在还找不受伤逃走了，但是现在也想找一下那个狗的状态啊。因为正常来讲，这边的居民啊，如果有那个通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会来处理。龙洞狗造成事故，过去嘛捌发生过。不过台南市目前收容所大部分拢已经客满，动保处先加强巡查，同时嘛呼吁饲狗的人莫乌白甲狗仔放伫外口，爱离重要的交通路段较远咧。新营分局嘛已经介入调查这件死亡的车祸，进一步厘清车祸发生的详细经过，甲肇事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好，来看这龙洞狗的问题呢，的确是真需要大家做伙来注意的。屏东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是对2022年到即马呢，有来追踪10只的拉里亚囝，结果发现其中有6只都是互龙洞狗甲攻击死亡的，占这追踪个体的60%左右。而且今年4月到5月才拄到这通报起来追踪的这个2只拉里亚囝，伫个6月20的时阵，互人发现已经死亡啊。根据现场这狗仔的脚链来判断，就是互龙洞狗甲攻击的。拉里是台湾第2级的保育类野生动物，不过却常常撞到龙洞狗的威胁。屏东科技大学研究团队长期伫台南甲高雄山区追踪拉里，发现今年4月甲5月接到通报起的2只拉里仔囝，伫6月20信号拢出现异常。研究人员伫现场发现有狗仔脚趾，研判2只拉里仔囝拢互龙洞狗攻击死亡。小只穿甲有大概10只，到目前只有2只有活下来。那其他的都在，要么其他有少数的失踪，或者是网具缠绕的状况，但另外有6只都是在不同的这个时间跟地点遭到这个流浪狗的攻击致死。研究团队指出，为2022年到今追踪的10只拉里仔囝，有6只确认是互狗仔攻击死亡，占追踪个体的60%。因认为这不是个别的案件，是反映青山地区野生动物常常受到狗仔攻击的警示。动保团体指出，政府去年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正案。禁用手夹，不过龙洞狗伫山区四界走，就那像是山顶上的手夹，对拉里就好等等野生动物造成真大的威胁。我们就称之为就是放任移动式的捕兽夹。好，捕兽夹其实在2025年去年就已经全面禁止了。那移动式的捕兽夹呢，越来越猖狂，范围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那它跑到台南市，那台南市可能农业处，那它跑到高雄市，那就变高雄市，那所以。一只动物它不会知道说它跑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跨县市、跨单位这个治理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动物团体呼吁政府应该修动物保护法，推动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建立下关市生态合作的治理机制，避免行政区界线制作保育制度的空棚，才会当减少野生动物的伤亡。记者郭清王志光台北报道。另外来看台铁的一级线咧，伫经过马5档的分段停驶甲修复了后呢，今仔日总算是全线拢通车。早起包括着总统赖清德甲交通部长陈世凯拢有来到现场。这么积极，我们大概去年就已经通车了，就已经动工了。本来预计是2031年通车，不过刚刚他的报告不是这样，是2029年，他自己提早了
2年2年要通车。那这条田中支线通车之后，的确是如你所想的一样，就是彰化的乡亲可以用铁道来连接高铁。那高铁的旅客也可以利用田中支线，然后来到铁道，然后透过集集支线来到我们南投。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经过5冬呢，这17支线总算是搁再通车。伊是感谢这工程团队的付出，也表示未来甲这电动支线呢会当做伙来结合，希望会当串联铁路的交通线。同时，伊嘛借这个时阵呢来呼吁调野赶紧通过总预算案。因为这高铁的议题呢，既然这几档这新社区的建案是袂少，也毋过其实真侪建案这地下室出入的所在呢，若有连接到这个道路，有的是会去争取来设这画相远的网线，也毋过其实这画的标准煞是无啥共款的。县政府是表示讲，这相远的网线呢，其实本地就毋是警告的这个号志，所以要求所有的这个路权的机关依法来甲画。且若对社区大楼的地下室晒出来，拢爱真细腻，路口拢爱斟酌注意，才袂发生意外。真侪地下室的出入口拢会画这款黄色网仔形的线，有的新大楼煞无画。有宜兰的民意代表对着这件代志提出质疑。可以画的大部分是乡镇市公所管辖的道路，不能画的是宜兰县政府所管辖的道路。我在问你呢。老百姓怎么会知道这么多？机关讲，最近这几年高铁的议题咧发展，有真侪新的建案，真侪新社区的地下室的出入口，因为这车流量真大，向公部门去争取，希望会使画黄色网仔形的线。若是乡镇市公所管的乡道去争取，拢会使争取成功。也毋过县府管理的县道，这部分的社区定定是争取袂到。这支画的标准无共款，互人三无涨。讲一条路顶悬有的地下室的出入口有的煞无画，这嘛是问题。咱实际来甲乡亲问看卖，大多数嘛是认为地下室的出入口都爱画啦，会使甲人提醒，意外嘛较袂发生。这样不是画比较好吗？会画比较好，为什么？正常这样子比较安全啊。是可以画，会比较好这样。对，会比较容易注意到这边有出入口。对啊。一般社区的这种出入道路，原则上是不画。县府讲，依照道路标志标线设置规则。黄色网仔线的工程，毋是要讲提醒，是希望迄个所在莫有人去停车。一般是设置咧无号志的路口，或者是瓦棍并交道的所在。这社区地下室出入口的道路，原则上是袂画，除非讲是瓦棍其他的路口，或者是停车会去影响到社区的出入，有必要才会去画。目前的要求，所有的路权机关爱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咱看这传统的种香工呢，其实会当讲是了事又搁了工的，也毋过即马这工研院是来研发一套系统，帮助农民伫这种香菇的插头顶悬呢，会当轻松来拍空，就连过去需要用手工来种这香菇蟹这的工课，嘛会当用机器来甲代替。甲插箍固定好势，利用吊伫顶头的机器来种空，连要帮插箍扁平，会当透过机器下开的链仔，轻轻松松地当简单完成。种香菇的农民讲，过去1支2公尺的插箍要种空，需要超过20分钟来做，即马只要2分钟地当完成。木头种的时候，我要做这个，我要打洞完毕，我要翻嘛，整个要打洞翻，那翻不起来，很重。那现在有了这个轮子之后，就很方便，很轻松的就这样做，不用你看一下子。大概整个流程大概1-2分钟就可以做。除了新型机器斗3工，工研院佮利用自动侦测系统，照顾病内温度超过28度，也是湿度不够的时阵，系统就会自动转水。到28度的时候，洒水设备就会开始启动。对。那洒水的部分是湿度大概在20%的时候，那我们每次喷的时间大概4分钟，间隔差不多20分钟再做一次洒水。其实尤其在山上，你又不好找到工人来帮你。在这种状况下呢，其实我们会想到就是说，做一些辅助型的工具来让你使用你原来的工具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轻松做到你原来很难做到的事情。农民讲做农的，就是爱靠体力、靠时间来趁食。即马有这套自动转水系统，加上工研院设计种空机器，利用科技斗3工，巧搁省时省力，对这些人来讲，真正真有帮助。记者杜君豪，新潮报道。
来看今年这金曲奖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的吴培雅，伊的专辑《离婚初体验》就是用家己的经验来创作，伊是用真抛撇而且佫真笑译的这个态度来唱出离婚了后的心声，希望会当鼓励有同款经验的人赶紧离开悲伤甲痛苦。用飘飘的态度，甲着我开海口舌语气，唱出离婚后的心声。看你过甲安尼，我就放心啊，就收得片入吴培雅的专辑《离婚初体验》内底。伊甲家己离婚的经验唱作歌，对分手翻头回忆当初牵手的过程是真罕见的题材。吴培雅认为，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也会当用跳脱悲伤甲痛苦的心情甲角度来思考，嘛希望会当了解有相像经验的人。离婚这个词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较沉重的物件，对。也毋过，其实定定咧发生，要如何好好啊，甲家己照顾好，这个角度去写这个故事嘛好。离婚初体验是吴培雅的第二张台语专辑。伊讲会开始创作台语歌，是因为爸母希望伊会当做一寡因听有的歌，所以伊甲真济经典的台语歌名编辑歌词。吴培雅讲，这个歌毋但是青春岁月的回忆，嘛是一道来音乐创作的土壤。唱一条忧闷的歌，是心事啥人知，也是酒后的心声。吴培雅嘛，甲创作台语歌看作是语言甲台湾文化的传承，为着要增进家己对台语的了解，嘛去社区大学上台语认证班。伊认为台语的开口甲文化底蕴，拢是身为台湾人真重要的资产。创作，互别人看到的时阵，就是瞬间得让知影讲，你是台湾人，所以你写台语。嘿，我感觉这个连结其实是真重要的代志，而且台湾的语言嘛，毋是只有台语嘛，像我一张专辑，我有客语啊，吼，我有原住民语，我阁有日语。吴培雅表示，这块台语专辑毋但是讲感情、讲世道的事，会当安怎转念，更较重要的是，伊希望透过台语甲无共语言的结合，会当互更较侪罕得听台语歌的少年朋友知影台语是足深色的。记者卢尚如、郑准由、林秀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语研究者罗广成老师呢，是有来出版新册，或者是《人生大长说》罗广成圆滑的台语路，就是要记录这家族来到台湾的甲推广台语的过程。罗老师是表示讲，面对着今嘛这 AI 的时代，咱书写的内容会当建立这个台语的资料库，加做是台语的记录。阮阿公少年的时，要是阿舍，规工毋读册，上爱甲人拍拳头练功夫。一字一句，甲家族啊为登山来台湾的故事读出来。作者是常常咧电视节目分享台语万项知识的台语专家罗广成。最近伊出新册，就号做《人生大长说》，罗广成圆滑的台语路。这本自传说文，毋但记录伊的人生经历，甲伫台语路的奋斗，嘛是希望替台语资料留记录。我感觉若有这个文字的物件留落来，咱即马是一个 AI 的时代。咱也会当甲咱遮的大家书写的台语的物件，建立一个较大的这个资料库。AI 会晓讲台语的，无聊一天倒转来叫 AI 来学咱，教咱学台语。罗广成烦恼台语未来处境歹，讲家己一直咧推广台语，家己煞无长篇的台语作品，所以才写这本册。而且伊嘛讲，即马 AI 愈来愈发展，嘛希望甲这本册接做台语资料库的来源之一。出版社讲，罗广成是推广台语真重要前辈，出过字典、教材等等，所以嘛希望读者会当为这本册看到台语运动的发展。册内面嘛是有讲到，因以前学台语无遐侪资源，咱即马其实有真侪资源，不管是伫 YouTube 还是 Podcast， 拢有真侪迄资源会当去看，去学。就是讲，咱爱加搁较珍惜。出版社嘛表示，为罗广成的经验，会当了解英国伫欠缺资源的年代，都会当教台语学好势。即马资源甲工具拢已经搁较侪咯，嘛希望鼓励大家运用家己有趣味的方式学台语。记者郭金王志光台北报道。
健康的消息来看，在有专家呢是指出讲，囡仔伫读小学进前，就是因视力的发育期，当时嘛是预防近视上介好的时机。去年这健康署呢是甲台大来合作，招75个眼科医师去到7个县市的幼儿园，替超过1万的大班的囡仔来检查因的目睭。结果刷下现在5岁大的囡仔呢，10个内底有6个是有近视的风险。即马电子的产品真普遍。大人囡仔拢常常咧买手机啊，对目睭也会造成伤害。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国内高三的学生有87.2%的人拢近视。专家就指出，囡仔读小学进前是因视力的发育期，也是预防近视上好的时机。所以去年国民健康署就甲台大合作，就75个眼科医生去这个县市的幼稚园，替超过1万个大班的学生检查视力，发现5岁大班的囡仔有近视的占9.5%，近视初期的占48.5%，加起来有58%，等于是10个学生内底都有6个有近视的风险。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公卫创举。那我们这一次是以儿童为中心，以健康平等的概念，那召集眼科医师入园，帮小朋友做全面的散瞳筛检检查，筛检了14570个小朋友。那其中我们发现，在学龄前小朋友大概已经有58%的小朋友已经有近视或近视前期的危险，而且有40%的小朋友需要到眼科就诊，他们可能有近视、弱视、斜视这样的问题。医生表示，有一寡视力的问题，需要专家才有法度发现。用早体检才通用早治疗。国健署也表示，这个试办计划是国内头一届针对5岁的囡仔做大规模视力的检查，也希望透过体检提醒家长重视囡仔目睭的健康。若无顾好，这近视一年就会增加100度。眼科医师就知道，其实近视跟用眼的距离很有关系。那以前看电视，如果距离够的时候，可能还不会那么容易近视。现在几乎那个 iPhone 放在前面，然后你都会看到小孩就贴到快要眼睛上面去。及早的视力筛检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近视储备量不够，那你提早就有近视的时候，一旦到了小学时期，那个度数的增加会非常的快。即1年100度的增加。医生也提醒，若是囡仔长时间搁近距离看物件，较少出门活动，也是常常困无饱，拢会增加囡仔近视的风险。也若国健署讲，今年也会继续试办这个计划，也期待有更较侪县市共同参与。记者关佑基、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国际上，这除了日本以外，委内瑞拉昨暗也来发生2站规模7以上的大地震。这首都呢，真侪建筑物拢倒去，大地民众赶紧走出来到外口。就连这厝边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呢嘛，摇甲真明显。美国地质调查所是警告讲，这站地震有可能造成重大伤亡加灾情。目前这搜救行动还在继续。大地震发生了后，国务中心紧急疏散大批民众，走到街路避难，不少人心情惊吓。万了地震火过来袭，地震造成商场内商品落落来，火价倒去，亲身经过的民众收起迄当时也是心惊胆吓。Increíble, fue algo de segundos, no sé ni cuánto tiempo duró, hay cosas de tiendas que se cayeron y todo, y bueno, dándole gracias a Dios, señora, de verdad que sí. ¿En dónde estaba usted? En el piso, en el último piso, donde está la parte de la feria. Estaba allí, se cayeron varias cosas, de unos negocios se cayeron cosas. 根据委内瑞拉内政部表示，卡拉加斯有几栋建筑倒去，也是部分瓦壁落落来。发新社记者翕的画面显示，一栋可能是银行的大楼，会当讲完全倒去，只剩砖仔厝下。当局也紧急关闭部分建筑天然气供应，避免发生二次灾害。Se movió el piso, pero no, de repente todo empezó a moverse como si estuvieses en el agua, ¿sabes? Como onda, pero fue horrible, de verdad. Y todas las paredes, en la parte de las escaleras fijas, todas esas escaleras se desprendieron, se arrajó toda la pared por el piso. 天色暗落来，救援人员继续伫倒去建筑的砖仔厝下中找找，中国家属是伫现场4月找找亲人，唔望得到任何消息。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委内瑞拉北部沿海附近，伫当地时间拜三下昼6点04分，连续发生2件强烈地震，先是圣费利佩附近发生规模7.2的前震40秒了后，尤马雷东南方大约23公里的所在发生规模7.5的主震，离前往大约300公里的首都卡拉卡斯也受到损动。
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真可能伤亡惨重，搁灾害范围大，后手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尾，搁有沙巴甲土壤液化风险，终究是还未公布确实死伤的数字。美国海洋预警中心指出，真央4公里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有危险性的海中波。也毋过，进前针对波多黎各甲美属维京群岛发布的海中警报已经解除。除了委内瑞拉附近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感受到明显有害，部分民族有风险的特例建筑物。到目前，官方犹原继续清查灾害甲伤亡的状况。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好在天气真烧热，来看欧洲即马呢嘛是热翕翕的天气。6月24是法国这80天来上界热的一天。这北部呢嘛因为高温转湿天气，另外伫英国的伦敦也咧要来到39度啊，有千多间学校停课，就连铁路也冻点。专家是指出讲，这波烧影的主要的原因，除了是气候这烧怪的效应以外，也佫包括着都市热岛，也佫有人为造成的暖化。对顶悬甲看落，法国巴黎热翕翕，亲像一个大烘炉。根据国家气象局的统计，6月24法国全国平均的气温来到攝氏30度，是1947年有记录以来上热的一天。部分地区超過43度。法國96個省已經有72個省發布高温紅色預警，等有全國6700萬人內底，有4400萬人是伫紅色高温的範圍以內。Évidemment, on ne sait pas comment les générations futures vont pouvoir supporter plus de chaleur. Si c'est si c'est l'été le plus frais des 10 prochaines années, c'est inquiétant. 法国西北部因为极端高温，造成超过68000户家庭大范围失电，店头无法度营业 ，ATM 嘛领袂到钱。伫法国，过去装冷气常常互人看做是无必要的美国式的虚华的享受，危害环境，佮破坏历史建筑。也毋过愈来愈悬的气温已经开始改变法国人的观念。C'est compliqué. Il y a des chambres qui fait plus de 30 degrés la nuit, la journée en continu. Donc c'est pas facile de gérer ces situations. 若是法国，英国6月24也发布红色高温警戒。英国南部打破半世纪以来6月高温的纪录，伦敦也要到摄氏39度。幼儿园老师下课的时替囡仔抓水退凉，毋过嘛有超过1000间学校停课。饲鸡的人烦恼高温，互鸡仔大量死亡。欧洲这波热流上主要就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热空气上北造成的，也佫有全球暖化甲都市热岛效应等等的因素所致。专家也佫在强调，气候暖化已经是公认的事实。We do know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that what is happening is caused by increased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atmosphere. And in fact, scientists predicted this. What we're seeing now is the scientific predictions coming true. 受到这波极端高温影响的欧洲国家，也佫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士、甲波兰等等。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地漂原始球塔，因为 stainless 的结构伫高温之下真高真烧气，所以已经提早关门。法新社统计，欧洲总人口超过2/3，差不多3億5千萬人，當咧面臨攝氏30度以上的高温。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今日下晡晡的天氣，刷了咱繼續嘅時間交互糖啊。今仔日第7號風颱上北，加上受鋒面接近以及西南風增強的影響，台灣南部地區雨水較高，雨嘛較粗，有陣雨也是雷公雨，而且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發生的幾率。以上是这则重大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